今日唔飲酒啊，梗係做下生意啦。有好多人都問我啊，支支都俾開晒，你有冇留翻啲俾我哋買咁樣？咁真係有嘅。咁啊，今次咧就揾嚟咗一啲叫做格蘭多納啊，喺呢度同大家科普下先。呢叫圓筒，仲有一隻方盒嘅，方盒咧就國際版。咁呢扎乜鬼嘢嚟㗎？多納咪多納啦，有咩好值得推薦啊？呢度其實 total 有6支嘅，咁有2支冇盒嘅。咁其實我應該會 release 1到2支嘅啫，剩低我全部都可以分享。入到我手啊，大概3000到尾啦，3800、3900。有興趣你可以揾我，如果有多留1、2支俾你得嘅。喂，呢扎有咩特別啊？嗱，首先我講第一支先啦，1993年嘅呢支啊，呢個咩咧？徐代書啊，一個台灣嘅雙味執杯大師啦。因為我飲過佢嘅格蘭多納佢嘅旋木，哇！係我飲過最好飲，我覺得比40年好飲。複雜程度啦，起承轉合係非常之正。如果一支酒咧要飲到後邊乜嘢叫好咧，佢一定要有畫面感。你由頭拉到落尾，徐代書選嘅支得，絕對冇問題。咁啊，第二支係咩咧？1992啦，呢支係 The Whisky Road， 但呢支咧應該係國際版嚟嘅，冇盒嘅。下一支啦，呢支係1995嘅，又係揀俾台灣嘅 Single Cask。然後咧仲有一支呢支係人都識嘅呢支 Ginanoia， 係信濃屋嘅呢支，係啦，1995咧都係。last 仲有一支我揀俾Whisky Hoop 嘅，又都係日本嘅呢支。好，呢扎嘢有咩共通點咧？喺呢度同大家講講先。第一樣嘢就係咧，全部都係 Billy 時間嚟嘅 ，Billy 嘅。Old Sherry、烏梅、Rachel 嘅華麗、Fancy 花果香氣非常平衡，都好嘢嘅。你問我唔好意思，我中意舊嘢。9293有咩分別？95有咩分別？先講一講先。9293有直火蒸餾，有地板發紋。03年打後咧就開始轉蒸汽，冇埋地板發紋㗎啦。舊嘢啲味咧特別厚啲嘅。有啲人講啊，其實9293咧近期多納都有出嘅喎，啲單桶Rachel 揀嗰啲，同舊陣時呢啲有咩唔同咧？新嗰啲會貴咗少少啦，因為佢年份多啲，其實佢抵飲嘅。因為你諗下，佢去到30年啦，93年佢到30年或者31年，佢賣緊嘅價錢都係5000出啫嘛，就會有一個好大問題嘅，就係咩咧？就係佢擺落之後唔知點解個煙燻咁冇咗，佢成件事唔厚啊。照道理啲桶唔會因為啲桶賣咗到阿 Rachel 嘅手，到百富門嘅手之後，然後會全部換晒味道啊，冇可能啊嘛。咁但係點解會咁樣咧？純粹我盲猜一個原因嘅啫。佢哋嘅雪梨桶經過長時間熟成之後咧，某啲嘅風味鎖唔住，開始揮發咗啦。特別係我哋最中意嘅直火煙燻感。所以有時我哋點解要買翻啲老酒咧？唔係話擺喺個桶度越耐就一定係最好飲。黃金時間鎖起佢先，要經過咁長時間平陳，啱唔啱飲？梗係啱飲啦，唔啱飲我唔會攞啦。我哋一年飲過千款酒，唔會亂咁揀嘢噶嘛。咁價錢幾多錢啊？咁樣4000出啦。同埋嚟緊咧，我哋會有成個新 update 嘅。咁有好多人問我，喂，你線下喺邊？我線下喺澳門啦。你揾我點揾我？聰明的你一定揾到我。下次有咩好酒再同你講。今日咧收到好酒太開心太興奮，收工先係咁，拜拜。